香港房屋協會好榮幸獲頒氣候行動領導大獎。面對全球氣候變化嘅挑戰，房協一直積極推動減碳、節能同綠色轉型，為香港邁向碳中和出一分力。自1948年成立以嚟，房協嘅發展一路都與香港同步。由早期嘅公共屋邨到今日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我哋始終扮演住房屋實驗室嘅角色。我哋以3大策略支柱作為方向，分別係可持續居所、低碳轉型同埋裝備未來，將可持續理念貫徹於每個項目同決策之中。喺可持續居所方面，我哋致力推動居家安老，引入長者友善設計，打造跨代共融社區。講到低碳轉型，我哋承諾喺2029-30嘅財政年度之前，減少25%嘅範疇1同範疇2嘅碳排放。至於範疇3，即係項目發展相關嘅排放，我哋採用咗建築物生命週期碳排放評估 WLCA 嘅方法，制定具體碳排管理計劃，透過優化結構設計，使用低碳混凝土同鋼筋，目標係減少最少25%隱含碳排放。新項目亦都會減少20%嘅營運碳排放。喺明華大廈第2期重建項目，房協同煤氣公司合作，引入全港首個透過煤氣管道抽取氫氣，再以氫氣燃料電池發電技術為地盤提供清潔能源。喺唔同嘅新項目中，房協亦都廣泛應用組裝合成 MIC 建築法，比傳統建築方法縮短施工期，同埋減低30%以上嘅碳排放強度。我哋相信創新科技同人才發展係推動氣候行動及持續改善營運效能嘅重要力量。我哋鼓勵員工持續學習，為員工提供各項培訓同學習嘅機會，為未來發展奠下基石。我哋將繼續以創建宜居、永續共融為目標，攜手建設更美好嘅香港。